入正最後直路啦，銀刺勇士佔先少少嘅，咁啊見到中間有凝聚美麗追啦，外邊杜月橋亦都擺正唐太展開衝刺，跟住佢後邊仲有花好月形啦，攝入邊上嚟嘅馬種嘅者咧就係列寶勤，最後100厘米啦，外邊杜月橋就壓住咗中間嗰隻銀刺勇士，埋邊列寶勤，贏馬嗰匹係外邊杜月橋啊，銀刺勇士就跑第2、第3名，埋邊呢，咁啊有呢隻列寶勤，外邊啊。花好月形啊！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就係木火龍區喎，壓到入去㗎啦。幸運福星埋邊㗎，中間花好月形亦都逐步追近啊！大外檔嗰邊呢，咁啊分別有呢隻咧就快樂奇兵啊，同埋幸運傳承上緊，最後100厘米，花好月形支離咗半個身位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精英至尊啊，第3名外邊快樂奇兵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快樂高球佔先嘅，有型人開始追佢啦。咁啊見到中間位置橙衫隻勁沙塵追啊，中檔上仲嘅凡凡有餘啊！響入邊偷位，仲有精算謀略啦。後呢個馬匹深紅紅亦都喺中檔上緊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嗰隻有型人啊，勁沙塵開始追佢。中間位置嘅馬呢，仲有深紅紅啦，後無來者啦，後多層嘅馬仲有凡凡有餘啊！最後100米到，勁沙塵拋離對手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有型人，出邊後無來者，咁啊中間夾住係深紅紅啊！